会。对呀。对呀。这些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的同在，你的高兴。那对呀，这么简单吗？啊，上师啊，上师。那现在要介绍一下哈，本人是团契的组长，还有我们的老师曾弟兄，还有我们的财务。还有我们的总务，我们来到这里的差不多23个，谢谢你们的接待，谢谢。袁执事，袁执事，这是我的岳父，今年89岁，还有1岁就要90岁了，感谢主啊！袁执事还是很健康的啊，录影哦，这笑脸笑嘻嘻，笑一下，乌龙教会几年了？50年、60年。神召会，我你来都给说什么？你老是听你说，听你我给说，很少。Papinat ko awaiso. Mina ko awaiso. Sai. Ni lifuneta. Mi lifuneta. Oh. Haleluya. Sashimi. Wasabi.
喜日及灵隐特别聚会，聚会开始，我们唱诗128首，唱诗128首。前镇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访寮祈祷所，非常欢迎。因为我们教务不在，所以由小妹来代替。很感谢神哈，在这个。感谢阿达多子嘛，希望在今年那么多的感谢阿达多是大高，还在这个zaman这三个masa我有讲一讲，也很难得哈，很难得我们年长的来自前镇的弟兄姐妹也很高兴看到，我一进教会我就看到萨西米弟兄的夫人哈，还有一个姐妹哈，也是姐姐哈，也是姐妹哈，很感谢神，他们就很用心的在那里预备，要帮我们接待那个萨西米哈，很感谢神，在这个主的爱哈很贴心。Di sasimnya dikiutai ko masih cincang ay sa pagkaja dikiutai siman masawamata to ajitanunan imazay janwichen masaga mata sa pusaga janwichen na sangkata ang spunichi 来访的行政教会长青的区长，区长啊，区长，讲几句话。公主也是说您在这里在记。Pagkatangatan ni Yesus sama masakan na akibo. 感谢现在的父能够安排我们长青来到这里。Kasi nata ibabawa sa mas pajalun naman, papujikan na naman na kasama sa masasangka. 感谢现在的父祝福我们的一路能够平安的到。Kasi nata ibabawa ka sa masang pajalunan sa kaimasan na natariba. 也感谢在座的弟兄姊妹理解我们。Sa kansyangata timicha imazay murio kudeshimay anak pusago pajalong naman. 愿主耶稣大大的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Mulai sa asma sa ikot naman to sa jakin at tefela. 哈利路亚！首先向我们亲爱的我们年长的前镇教会长青团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访寮教会。Ay sa masanita kaya chen asang masawa mata ay sa jinalunan sa sa di masa. 一间教会。Ay sa itakingan na kyuka. 年纪层次都有不同。Ay sa sabi na chen makti mali-mali. 一个有福气的教会。
是在教会当中有充满了白头发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白发是老年人荣耀的冠冕。一间教会有很多的年长者，是表示这些教会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访寮祈祷所，我们难得有那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来到了祈祷所。你们的到来一定会带给我们访寮祈祷所更大的福气。所以这是首先感谢神的地方。奉主耶稣圣名。传道在这里用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诗篇92篇的12节里面告诉我们，诗篇92篇的12节。诗篇92篇的12节。义人要发望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13节。他们栽于耶和华殿中，观望在我们死的宴馆。14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花青。好，感谢主哈。有一首诗歌，活到年老了，人要结果子。诗人在这边谈到，神给义人的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虽然年纪老了，但是他们还是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发长青。所以感谢神。其实前镇教会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我们访寮教会，我们除了用我们的心来热心接待以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们在年老的时候给我们的信仰。是否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呢？早上传道就到楼下等候他们。大概快到9点半的时候，他们所坐的游览车就到了我们教会的前面。看到年长者的一一下车。他们有的是身体很好，
你说不把出那打电话给抓给那查吧。当然有的是身体上因为年长的关系，有些是不方便。你说在抓给那么阿妈那你说在抓你个出干啊？但是给我的这样的讯息。那个你说在抓不为那不安？他们不会说好累哦。可是说不干马西亚跟那样。反而他们很喜乐的从车上慢慢的下车，很高兴的进到我们的访寮祈祷所。我把出那点嘛就给个了跟就给这个那么少个点嘛就在这个弄那里嘛啥。他们慢慢的从我们的1楼的楼梯走上来。Sa maju isu madu lo isu binaga cuma lu ngapuligan 很 cuma 安静的就坐在这个位置上。isu maju anami pecah binabungan sakai isu kisuma kapuligan 就等候我们一起来祷告。sa kita laba tu la cina musla nga inore 所以感谢神。Abang nushika kumasaga tak 我 semas 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Abang cuaca pasusunan 年老的时候他们还要结果子。ai tunduk amal dengan kamayanan na nauta ai sa singkunya maju 而且满了枝浆而挂长青。 Mamota sinulukan dia maju toga anak ipagukasyo iso na nalit sa kabagan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 Aban sa kindangan 年老能结果子， ay sa kamalumalang lusaywana na ito apagkata kipusasingan 最重要的是什么？ ang namakuta sa ito sinampasangan 3节经告诉我们， ay sa susantia may tuto 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神的宴里。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 ay sa kindangan 他们能够年老人要结果子， ay sa kamalumalang kamaynanan niya madya singko 花望如棕树。 Mamoto sa anak ipagukasyo anak bunaganan na sa kasyo 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Mamawanan duta sa ay sa anasakalaya makakasyo 是因为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 Asi kay sa pitsog na nameto sa na ito masukat sa masa ito 意思是什么呢？ ang masinang 我 patsugan 们从年轻 ay sunod ka trianichen 热心聚会， Niso ito sa binagana ito ay rihan 能够到年老 sa chpajalun takamalan 还保持信仰巅峰， sa nagkumamayanan na ito sa kinisang sindihan 是因为他们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 Kumasito sawan, kumasito kinirangsan to atsumas. 与神来亲近。 Apa naswa shiki dadodo to atsumas. 我们的负责人都是姐妹西麦西格尼霞呢都是姐妹那由来的我就简单介绍刚才请致辞的是我们的总务负责人索姆西格尼霞卢杏花姐妹， Haleluya. 感谢主杏花姐妹，她到前面讲话有点紧张但是不会昏倒感谢神还是讲得很好感谢主那因为也是临时上来，还是我们的教务我还在底下忙接待，我就下去了抓上来这样，而且很紧张感谢神多练习，就以后就讲那各位姐妹，第2位的就是我们的教义宗教教义系的系负责杏花姐妹，卢杏之姐妹Haleluya. 谢主卢杏之姐妹等一下再介绍他们的关系卢杏之姐妹那隔壁那个。就是我们的婚戒，不是婚戒，这个插葬的姐妹卢杏梅姐妹她也是常常翻译。其实我们这有翻译的还有一位弟兄2、3位那他们正在学习那站在前面的是都是西麦亲姐妹亲姐妹2姐、3姐。4姐大姐在楼前，大姐他们还在为她大姐祷告
子们的信主，他们都是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就是从这个出生还没有信主啊，大概到了国小就开始信主这样啊，这都是第一代，所以谢谢简单这样介绍敬礼。好。在耶稣的光景。
我吹两首238首跟345。audio set là tiêu xuống audio chốt xe là tiêu chốt xe ra ở sau đi không mong mình lục con ấy là tiêu à
他身体都很好哈，感谢主哈，我们就在一起。Mamo na ukanata no nakare no sopate tanoshiku aimashou mata tomodachi to Kami sama no sopa no kirei na kawate みんなで集まる日のあなとかしや間もなくあなたの流れのそばで楽しく会いましょうまた友達と神様のそばのきれいな川でみんなで集まる日のあなとかしや哇，还有精神，哎。非常的队长的原指示哈，原来他最高招的就是那个最后一句话。我们到了那个年纪啊，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啊？真的是主耶稣祝福他的身体哈，真的是很好。那我们访寮的祈祷所，我们要学习哈。感谢的话哈，首先呢，感谢天上的真神，安息日的早上，我们前镇教会能够来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联谊，真的是，心情啊，因着他们的献诗哈，当然也会很喜乐哈。这个原本这个愁苦的灵呐，我们就是我们台湾族啊，听到那个弟兄。那是什么声部我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部啊，所以我不晓得是哪一个老师教的哈。像只有在我们前镇才可以听得到，所以感谢主了哈。听起来到最后就同一个声音了哈。那我们访寮来试试看啊，改天我们也去前镇献诗啊。来看看我们怎么唱这样的唱法，所以感谢神哈。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也是很快的哈。那我们就诗歌联谊就到这里结束。最后我们来唱诗，123首，3比卡还鼓励去3番。当然我们又过餐以后，他们即将前往下一站，就是
竹科祈祷所，竹登基道所结束了，咱们还要往垦丁，我们去看一看神所创造的这些山海美好的景物那么的行程大概是这样，所以求主耶稣借着祷告，能够来保守，能够来看顾，尤其是这边都是年长者所以为求主能够来带领他们的脚步。好溜溜，哎，哇！像我们等下我们的行程那个是要奉主耶稣圣名唱诗，两128首，赞美诗128首。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平安。今天是安息的时间下午我们前镇教会的长青团契来到我们最南边的主跟指导所这里来关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让我们突然间接待那么多人感到真的是神的祝福在我们之间呈现感谢主还有不单单是我们前镇弟兄姐妹的感到了这边我们也有一家从花莲也是刚刚到，也是一家人他们是富士教会的也是在当中也是刚刚到来这边真的我还以为是我们前镇所要接待，结果不是是他们特地来这边神带领他们的脚步来到主跟这边受安息
结束以后他们也要前往垦丁这样去度蜜月哈。感谢实验室今天他们的行程哈。我们今天来是跟我们前镇教会的都是连长都是我们长辈真的小弟真的是很感叹以这个机会来接待我们长青团契的所有的连长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高兴好，你这样。我是都不能过来啊。代表从我们韩国这里，这是在真实的爱中我们能够保守在里面感谢来自如果你们没有带到的话我们到这里我们长青本来是算有2000的，真的也有计划，因为大家的意思说，就是说明天刚刚给他的教会就这样后来就决定，因为我们觉得对连长的也只是说明天要来到这里，所以决定就到这里了。愿耶稣在爱中，我们说大家一起敬拜神，就这样，就这样。做见证，那我们就请我们见证蔡弟兄来做简短的来做见证，这样。哈利路亚，感谢主，也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没有主耶稣的带领之下，可能小弟都没有来过垦丁的教会。我第一次来到教会，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所以能够主耶稣带领我的脚步，就来到垦丁的教会，也感谢这样。后来是我也想不到我会见证，可是我也不太会讲国语，那我所知道的我都讲出来。我说见证是什么？我说以前是5月的坐船的，到太平洋的坐船，终于哪一天公司说要驻港，所以船是驻港是台风已经台风过去了，我们的船是可以驻港。那我们庄园呢，可以，公司说驻港就驻港。那一天我们驻港，就是下午5点就驻港，谈到港口门口外就已经天黑了6点，所以那时候一直海峡的地方7到8级，80海峡达到9级，风刚刚台风过去的，又浪又大，所以我们驻港。港口出港的时候，我们这个要讲是，大家都要小心。现在热浪还大，大家不在船上的船铺上都休息，不要出来。那我们是不要出来了。我们跑一直到
突然比巴士海峡经过巴士海峡那时候，就是半夜12点，正好余老长是看到后面就我们一个小厅绑起来了，可是流浪太大了，关系绑的绳子就断掉了。正好余老长说，还有我们这个小厅绑了那个绳子断掉了，再另绑一下，所以叫我们船员都弄起来，再另绑一个小厅。绑到小厅的时候，浪又太大了，我拿做的那个绳子是吊钩子的绳子，就在手里拿住，可是拿的时候没办法控制了，所以我说这样我也没办法，所以我那个绳子转一圈，我的这个手把正好浪一换进去，正好小屁股掉了海去了。那时候晚上12点，正好感谢主，有一个弟兄看到我是掉了海了一个，所以赶快易老长讲，易老长还要有一个我们的船员掉了海了，所以易老长赶快跑到卡苏台那边要停车，可是停车有的时候还有一个船一个事故，所以那时候又晚上啊，又风又大，浪又大。好，掉了海，感谢主，在那边是，对一生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一夜都是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看到不知道半夜几点，我也不知道了。那时候我感觉到肚子好像有过一点，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现在我感觉到我这个肚子过瘾，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吃的？也感谢主，所以这样祷告，就突然的在我这个书包里面有一个封套，是什么东西呢？我的手把它抓起来，就是一个螃蟹。那个螃蟹呢，不是螃蟹主要吃掉了。后来呢，又突然又一个，还是抓起来还是一个螃蟹，就2个螃蟹吃掉了。感谢主，那时候就是你的肚子感觉到好像有一股，那时候天气正好，12月18日，冬天就风浪大，在那边，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要几点了？不晓得。感觉到我自己游泳快要淋累了，就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现在游泳，感觉到有没有什么东西，小兔子也好，小母猪也好，你给我，让我这个帮助我的游泳，这样找到主耶稣。哎，突然没有几分钟，我碰到那个小木，那个小木是它的后长度不够第3次又来了，还是那个又放掉了。第4次的时候，感谢我看在上面，也是标准非常也是这个就第4次抓的带在我的手里就放掉了，但是就用脚步，用
样的话，不一定又lar又大。是不是我抓的这个木头，是不是我的手还能放掉？可是有没有小绳子？不管什么绳子，没有。然后没有几分钟，我就碰到了一个小绳子，什么样的绳子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个绳子把它抓出来，用那个绳子把它绑住了一手，再不能放。我这样游泳一直到快要天亮，不知道是什么几点。那时候我看见到是，我游泳已经快2次月是，他不给我游泳这个力量，他只给我。那时候我就眼睛都不会开了，就又让他的来，又这样还是盖住了。那这样我就眼睛不要打开，我就这样闭起来。还有呀，感谢主，就用一个小屋我在游泳。那时候后来我感觉到我游泳现在这个人太冷了，主耶稣还让给我不要去冷的定气我现在有好像是感觉到不要就是这样游泳。后来呢，我这个右脚大腿又抽筋了，这个怎么办？你要感谢主，我现在抽筋你不要让给我这个抽筋，这样的话我游泳是这样。还有呀，感谢主，我这个脚就比2、3次就抽筋比较好一点。后来我就游泳，主耶稣，你要受你的灵魂，受一切的罪，你就赦免，你就带我在伊甸园那边，你不受我的生命，你带我回去高雄，我一定要见证你的恩典，我就这样祷告。后来呢，也就快要天亮了，就游泳，也有船看到了，因为没办法看到我，所以我就还是要感谢主，还是要感谢主，我就主耶稣，你向命令我们这个渔捞长，船要带回高雄的话，要经过我这个这边他能看到我，他就拉我带回去高雄，我一定要见证。你不给我机会这个见证，我所有一切的犯罪的罪，你就赦免，你就带我天国，就这样。好，天亮了，你觉得太阳快出来亮了，但是浪又很大，所以正好那个船经过我的前面，差不多有50-60公尺的距离，可是声音船的声音我就听到了。我说手拿着的那个小木鼓，我就用手摆摆的，可是他们船上是没有看到我。好了，那个船就经过了船是肯定是要回到高雄，他没有看到我，这样不要感谢主，不要感谢主。正好过去了，那个船又回头，一直回头的时候一靠近我就把边，所以我船我手拿住的那个小木头又开始感谢主，他看到我，所以船一直靠近我，差不多早上11点50分，晚上12点跳海，早上11点50分我就上来船上。我上来船上的时候，还是感谢主，我自己上来船上。
刚刚上来转上下坡这个那个转导，就感谢主的弟兄，国民党弟兄啊，压在我这个路那边，我自己碰了一点点的水。我说李老长，我刚才说拿做的那个小木头，把它捡起来给我。他说，人上来就好了，还要那个木头干什么？我就这种到现在还是想到我的小木头，我就说，主耶稣给我的救了我，我就当这个经验，就是那个。弟兄说：“好了，拿上来就好了啦。那个我都看什么，这样带我，这样后来到医院的时候，过一个礼拜，给老板说，我现在还在医院，转行开出去，后来我就后面跟转要去了。”公司说不要，等到你以后再船要开船啊，那时候就恢复了，就把这些。这个时间是2020多年，所以说我拿个教会见证给见证过，是来到这边就是第一次见证这种，我简单的见证这个样。小弟在这里用很短的时间来做介绍关于我们除根祈祷所的从约到现在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小弟原本是属于台中沙鹿教会的教会沙鹿教会，因为小弟退休以后，我是100年退休我是在台中港务局服务的在还没有在港务局之前，我也是指定的我也是保存将近10年的时间也是在保存就像刚才弟兄所分享在保存大风大浪什么样的事情都遇到过这不便再说了，有机会再做见证想有机会在海上大风大浪再分享一下见证今天我们竹坑为什么会这个竹坑教会是在民国40-50年的那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竹坑教会我们竹坑教会原本是属第一个母会到底是我们竹坑是母会，因为那时候我们竹坑信徒总开始很多，一直到中间有就时间很长，在中间就有断续就弟兄姐妹就很少有时候1个，有时候2个，但是我们教会的灯永远不会熄灭如果熄灭的话，这个地，除跟现在我们住的教会这个就被香锅所收回去，就是灯不会熄灭，就是有人在开在看顾就是神来看顾我们这个教会，一直到现在然后就小弟退休以后。联想是因为我是属于隔壁乡的我是牡丹乡那边，牡丹乡是我们没有真耶稣教会那时候我提早退休，我本来我们是在105年我才会退休在别府都没有退，提早退100年退休是刚好老人家在病危的时候我选择退休因为我2选1在我的服务年之后有达到标准，就是被月退后那种的我就选择退休了，亲近老人家，因为我一生中没有亲近过父母亲就是从100年开始，我跟父母亲相处就是3年的时间就认识很早在感谢主我弟兄我的父母亲不是我们主内的，是外邦的外邦教长老教所以是感谢主所以我们是恩召。然后我们当初跟我的内人是我的想法就是很单纯，没有想到说来。因为我们是隔壁乡来，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找教会嘛，亲近教会嘛唯一就是我们竹根这边知道是最近
离我们家乡是最近，隔壁嘛，隔壁像这边是狮子乡，我们隔壁是牡丹乡。那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是来这边，我就跟我那人就来这边来亲近教会啊，就是守安息啊，或是亲近教会。我们想法是很单纯，但是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把我们夫妻留下来，做神的工一直到现在这样子从100年到今天这样子，在服侍神的工作虽然是我们很多不足的地方有恳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会小弟能够在因为小弟软弱，摆在祷告中为了祷告这样家人第三家力做神的工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这个除根当中，我们渐渐我们在当中，我们第一代的信徒还有就是2位老人家，一个是赤水弟兄弟兄赤水弟兄，第一代的还有一个隔壁的那个我们也是弟兄，那个是李友善弟兄是等于是在我们除根可以说是算第一代了，第一代在这边在守住我们教会一直到现在老人家真的身体都岁月真的是不饶人有的岁数总是会就是一代一代的都是免不了的了，但是我们主要是说只要是健康就好了只要是健康就刚才不管是我们弟兄所分享的，或是我们富士教会的弟兄所分享的，在我们前镇教会的弟兄姐还没有来的时候，他这边在做分享勉励的话真的只要我们在健康的时候，不分大小不分年龄只要我们有这个心做神的不绝对不落空对神会给我们祝福一定会在主耶稣那边会给我们一个在他的名称那边给你进入的好好的，有一天他会给我们一个一个来念出来，我们在世上在教会做了什么样的圣工他也会一一的会让我们心服口服这样子，感谢主所以我们来到除根这边真的是我们除根弟兄姊妹人数当初人数是很多，真的很多，但是因为渐渐的软弱，有的是年轻的都在外面工作剩下在原乡都是老人家比较多了，都是老人家年轻人在外面工作，在原乡的时候没有什么工作嘛，因为要赚钱嘛，在原乡只有做农，有的吃了，但是钱是国家没有了因为一定要出去工作剩下老人家目前我们除根在我们的名册里面那我们教会的名册里面差不多20-30个人左右平时在安息日我们来聚会，差不多也是10几个，是20几个不等但是很多我们同龄的弟兄姐妹，只要是要回垦丁有时候比我们今天的我们前镇教会来的弟兄姊妹更多，都是满满在外头，满里也有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一时没有办法接待那么多人因为就是教会就是这样子二来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是在筹备要建堂的事情在建堂的事情在总会南区这边都是评鉴都是通过的因为有些就是软弱嘛，神的旨意可能是还在操练中，还要我们加把劲就应该都在为建堂的事情都还在祷告所以我们都是在筹备当中有一天神说可以了成了，那我们就真的会动工，到时候我们要来接待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会比较宽阔的，就像今天真的我们这边都是也许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遇到不像我们除根这边的我们人气非常的多虽然教会它小小的人气很多但是不冷很热真的很热，就像我们早上一个领会的人到中间就是阴岛就是热嘛中午就在就阴岛这个就请救护车来就是到访疗医院这样子真的很热这是我们努力要的方向，就是要建堂的事情希望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还在祷告中为我们除根做早日实现所以都会来，因为我们这边要建堂的建比例都100多坪建比例100多坪，如果说扣除那公共设施的话实际上在公文的那个可以盖会堂的那些
结构可以盖到60坪左右60坪以上啊，其他就是公共设施很重要，就是公共设施政府规定的公共设施一定要在小弟就这样用简单的来做介绍。那我再介绍我们苏根的植物人员因为我们苏根的植物人员都是很少就是上班族，除了小弟还有我们总务在这边总务来到这边介绍一下。总务也是阿密萨。那我们看我们前世教到底是阿密还是不是阿密，我都不晓得，因为现在都改良了嘛，都是分不出来了真的是神真的分得很清楚。巴黎湾有巴黎湾的肤色打会有打的布的肤色我苏根的负责人，我的贤内人还是内人就是我们苏根指导者的总务工作，负责总务的工作小弟是负责我们苏根指导者的教务工作也是在学习中在学习中。我们的财务今天因为他上班，他是在法院他上班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给大家对我们财务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系负责是属于是我的，他的位置是属于我的随时是来这边来做协助那我们那个教务也是，他是在访谈，他现在是访谈的弟兄他也说是2边跑来。我们今天下午本来是我们传道是要跟我们前镇教会要来我们这边下午刚好他说电话那边赖说临时有事情他们传道人员可能要开会，请开会要回到斗六他就没有办法来这边给我们前镇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有教会公事在先但是当然他就交代给小弟，所以有一些事情小弟是没有说准备那么做到感谢主那我就这样简单的来做介绍接下来我就走诗歌篇因为我知道我们前镇教会真的是诗歌都一级棒尤其是我们蔡弟兄在赖那边都跑到南区跑到哪里都在看都在欣赏在欣赏一些在外面的一些真的爱心热心这样在是神感谢主在做年底开始我就先请我们前镇教会教会在传道在不是教。在我们不是教会担任10个月而已，不是10年了。10个月就走了。走了，不安全的。看看。不安全的。对啊，他不喜欢在那边吧？你叫什么名字？你说你。林桂生。林桂孙啊。林桂生。传道很认真虽然短短10个月，我们不是教会都不会忘记他呢。10个月而已，跑掉了，一个早上跑掉了。感谢主他走到每一个地方都很认真来传道是不错的一个传道。那我们不是教会这次来只有3个了，就是一家人，因为带小朋友要去学校实习了，做复试的工作还在学校。去实习，我们就出来玩一玩。我们等一下跟你们一样，去垦丁，我们是住那边的，你们不是住那边，你们吃大餐就回去了嘛是吗？吃大餐以后就回去了嘛那我们是住那边的，我们难得出来玩，所以每次来屏东的时候下午会过这边，我们早上在石川对，就是石川，福冈那边对。福冈那边那边有支航基地了。对。支航基地旁边那里，感谢主我们在这边碰面了，耶稣以后，来眷顾你们的行程，也眷顾我们平安，2个像姐妹那个左边那边是我的太太旁边是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在北部了，儿子也在读书了，女儿是读这边的，所以
来这里，互相学习了。我们来这里互相看各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样，好，接力。来，他们刚才的没有唱完，我们从头开始唱。太长了吧？哎，就到他那边就停下来。Maganita kuama cie, Maganita kuama, Maganita kuama cie, Maganita kuama.唱187首，来到美地。有一天你人走更宽敞，最遥远我已经望得见，我天父在那里在等待，早为我平安在里面。到日起，到日起，我乐意，多生多来体会在美地。到日起，我乐意，多生多来体会在美地。有美地，我必随着神路，专心歌颂我这所藏中，敬拜我的永远之上帝，在无尽也无有而无不。到日起，我乐意，多生多来体会在美地。到日起，我乐意，多生多来体会在美地。我身不在高天之之上，家自从祖是这一世，该福也一直流到万代。我终身要赞美主恩惠，到日起我乐意，多生多来体会在美地。到日起我乐意，多生多来体会在美地。经理。感谢神已给丰富，感谢神在与我同在，感谢神恩惠中主，感谢神是主的作量，感谢神是我之主，感谢神将人了感，感谢神是我的主，感谢神祷告的语，感谢神垂为回应，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是我的人，感谢神为我心里，感谢神。
哦。姐妹，还有我们富士花莲富士的一家人呢，弟兄姊妹来，我们十分姊妹来，都特别聚会啊，真的感谢神啊！等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愿神祝福大家的行程哦，不管是到哪里都有主的保守带领哦，大家哦。那时间过得很快哦，因为主耶稣说哦，有开始就有结束嘛哦，我们总是要有结束哦。啊，那在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哦，123首。陈马，他的那个屎他就给他弄掉了。还有我们是去公所那叫小姐要再过来接骨体享受。好了，骨体兄弟，快点了！骨体兄到我前面来。这个阿拉骨体英雄。哎，好了，到前面来，好了。Maria Pai Tuhan Tumisu Abidana Napala Hauni Yesus Akito, Kariki Kiso. 都含中间那个么个？不是在巴达那西巴，爱拉伊多罗多罗啊，香蕉，那个给他烧。
Oke, ada. Ilang ay kanu ngang ay. Kanu. Ay kanu. Ada kanu. Pura cento. Oke, pura saya kanu ya. As. 没有关系，什么不让我补水。ini ku cenja hu ira mu zengkong nengen ah cenja hu ira kalau siapa老老说退休。这边，这边是我的那个成功的。不是啊，厕所在那边，先停下排队嘞。可以啊，叫我带弄好了。说耳朵了，马正爱啊！哇，老卢买了，哇，太烧了，这个要1天，或是不能超过2天了。到那边大家吃。哦。啊。哦，达纳。有人那给你打那。啊，你没有吃哦，喝汤的。我只有吃1个。喝汤就好了。来哦，翻底下了，翻底下了，这样不会开动了，对啦，快点啦，你们不吃下一次不给你们吃给他再弄1个。哎呦，起来呀！加油啊！原住民加油！回到60年前的时代木材很多漂流木很多木沙镇上。答对了，我马上就来你讲的我会打电话给你，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才来啦。有月亮没有？有月亮它不会出来对这个古毛古拉地崩的我itu sinatangnya Panu Taiwan tuh. Nah, aneh kamu nah itu tata mimi tuh kemana? Mau walak sao? Ya tuh mau lipai papa tingwa. Ya, mini mekai mikuman. Ikut?
Soalnya Mimi itu kucing naik lah. Di
Kali